台北的双连教会长期以来拢伫咧推动台语，今年热天要举办一个营队，内容是真丰富，用全台语的活动，希望互囡仔浸伫咧全台语的环境内面。迄个有真侪营队，长期推广台语文的双连教会，嘛有举办营队，而且上全台语来进行。囡仔人对老师咧唱台语唱诗，谱顶边的歌词也有罗马字。教唱歌的老师表示，这个囡仔是拢学足紧的，短短3天就有法度把台语的唱诗唱出来。因为即摆足侪人袂晓唱台语，袂晓唱唱诗，其实这囡仔拢足紧就学着啊。因为这囡仔拜较开始教，一日40分尔，啊今日拜3嘛，啊你看伊拢唱足紧的。毋若唱歌，阁有做手工，今仔日做的是一对搁一对的花。你今仔日讲啥物花？山上花。啊，你的花敢有水？水。啊，你感觉这敢趣味？趣味。啊，你的花敢有水？有。你的花是啥物色的？粉蓝色。牧师讲，教会一直真注重母语的推动，会办这营队，是为着互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接触母语。阮是感觉讲教会伫即个部分有责任。应该爱来帮助这囡仔当自细汉就学习这个家己的母语，互因更浸伫这个规个拢是台语的这个环境中间，安尼自然而然就比较较容易学习到正统的台语。这个营队有一礼拜有学拼音、朗读、讲稿、唱歌、做手工艺，因为活动的设计是真活泼，所以请真侪囡仔来参加。逐年拢真热门，今年嘛同款。全台语的营队嘛，互囡仔更较认捌台语。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